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即马行政院按算要送一个草案，就去到立法院要来通过，这就是所谓的囤储税、囤房税。那么扣税金要来拍炒房，那么行政院提出了草案，尤其买厝囤储先唔通。那么税率最悬是4.8%，遐尼悬吗？但是地方政府敢会认真执行拍这只虎头帮？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 OURS 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彭永凯，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韩国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旺金。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旺金。第三位，不动产企研室执行总监齐家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财税法律师吴俊志。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到底这个囤房税2.0，这是什么回事？行政院今仔日也通过着，昨日就通过着囤房税2.0的这个房屋税修正草案的条例。那么房屋税呢，改采着全国归户，全国归户什么意思？也就是讲，不管你是倒一个县市，拢只要你的名字之下，就算作你的。那么囤房族，那么未来你扣税会增加。另外，网庆陈之汉也就是馆长，甲前立委王国昌嘛开嗲着记者会，在野党的立委呢代表甲这个民团啊，拢嘛出席，那批评着执政党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础正义的支票跳票。9月22日立法院来开议了后，民团表示会推出着民间的版本。为了解决囤房的人甲空壳厝的问题，行政院会通过房屋税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囤房税对即马个别县市规划改做全国规划，要互囤房的人走无路。针对毋是徛价使用的税率，嘛对1.5%到3.6%调升到2%到4.8%。未来全国各县市嘛拢改做必须爱定差别税率，推动囤房税率。非住家使用的话，我们有调高它的差别税率，而且它的归户方式会从过去的县市归户变成全国归户。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照，也就是说没有全盘去实施我们2.0方案的话，那所导致的地方税损，我们中央是不弥补的。财政部表示，手头有侪间厝，而且无做有效使用的人，爱扣搁较悬的税率，有空屋税精神，符合公平正义。这个政策，这个走向，这样还应该是不错啦。就是以我现在也是年轻人的角度来想，打不打房，也回归到原本的屋主的心态都要买贵，都要卖贵。那其实这样一直循环，让年轻族群是永远都买不到房。针对新济民众是乐观其成，不离个网庆陈之汉甲前立委黄国昌，今仔日是伫行政院甲立法院外口召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大的正义的支票跳票，爱执政党唔通袂记你家己的承诺。那新的囤房税2.0算下来，每个房东、每个多户的屋主会被多收7200块的囤房税。请问你有4间房子、5间房子、6间、7间的人，你会因为哇，我1年要缴7200块的囤房税，我就把房屋自出使用吗？在野党的立委代表甲民团拢出席，民团也表示会推出民间的版本。9月2日立法院开议，按算上无有10个修法版本。财政部表示会积极甲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希望囤房税2.0方案明年7月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大家看这个新闻大吼，感觉可能按雾煞煞。到底这个囤房税吼，你敢若知影讲，吼，我若有1间、2间以上，我可能要记得无多。咱来看吼，这个图表顶头吼，非主体你家己唔是家己住的这个厝地吼，税率是全国的总规户，这它都有说明着。但是你的税率呢，上限对3.6
调升到4.8，也就是讲差不多差1.2啦。我就咧想讲，啊，你有钱人有通买甲2间厝的人，一年可能加到偌侪钱？伊敢有差？吼，这第一。第二，这主体的人，你有的人，譬如讲，伊为着囝儿是说啊，伊要互伊的厝体伫老厝伫故乡，譬如讲，囝儿虽然拢伫台北拍拼，但是伊伫故乡还佫有共同气氛。吼，即种共同气氛啊，可能会有当排除，但是，头拄仔咱听到即新闻大内面，伊也讲哦，讲你地方政府你若无好啊执行的时阵，我到时阵我无要甲你补即个税差哦。讲起来是敢若真硬啦吼，但是咱也毋是，首先来讲吼，咱毋是咧甲吐槽，咱就是吼共同咧想讲。这代志看有啥较有效无效？我若传一个物件吼，传一啥物件呢？咱来看吼，过去政府啊，对2000年开始一直到今，其实大家拢讲啦，拢出了真侪招数啊。这招数到底有效无效？首先我要请吼，必须对你来讲，到底先讲这个囤房税吼，到底有效还是无效？我补充一下，简单讲吼，即马这囤房税毋是讲你第2间，是你超过3间以上，就是你有4间开始的，靠去用扣囤房税。因为照台湾咱即马法律规定吼，咱号做自用，咱规定讲一个人他买3间厝，咱的法律是讲到第4间以上，咱的法律甲讲迄号做非自住、非自用的吼。所以即届囤房税基本上是第4间开始的，较有可能去用扣着税。好，这第一点。所以咱咧想讲，有一个人，伊有钱，毋是讲要到第2间哦，伊已经要到第4间开始的时阵，伊用扣这个税。咱先讲囤房税，伊1.0，因为2014年开始实行吼。去年财政部的资料，我先摕去年财政部的资料，伊的执行的效果安尼，平均啊，吼扣到囤房税吼，1户加5000块，平均嘛，因为有人有。讲8间我关系，平均一户加5000块，吼。啊，我今日拄摕到5000块嘛出得起呢。对我讲啊，今日摕到财政部，但是我买袂起受影。今日拄啊财政部今日行政院报告的部分吼，这嘛是财政部的资料，伊家己算，我用伊的数据来算吼。这届啊，为3.6调到4.8吼，平均一户吼，佮它增加为3500到6000，这是财政部的数字。意思就讲，本来你讲甲1户加5000，我感觉就是无效嘛，伊袂听嘛。啊讲哦，袂听，咱这届佫做这个2.0，佫甲你加3500到6000，平均嘛，是讲平均。大家想看卖嘛，讲我有一个人，我有法度买到第4间开始的厝。吼，咱扣这个税，敢目的是创啥？讲第一点讲，由咱伊厝较济，叫伊纳较济税。政府扣较侪税，啊，这有效果有，因为财政部嘛估计讲，咱若这实行以后，咱全国差不多加差不多20几亿到30亿。啊，这吼全部的县市啊，分嘛无偌济。但是咱的目的应该毋是为着扣税吧？系啊，你的目的啊，毋是讲毋是扣税，讲因为我扣这个税吼，已经买3间的，伊唔敢搁买第4间、第5间。啊，第二个是讲伊也有3间，有4间、5间厝。伊囥伫遐拢无爱用市网啊！伊讲哦，用吼扣这税足重，我摕出来租。啊，这个部分敢有效？啊，我的看法就是无效。你就讲对因遐好嘢人啊，咱加起来讲，为1.2甲啊，所以必须你敢有同意讲啊，规矩爱改，讲自用的这个定义，爱像我安尼，这素朴就讲第2间你都袂当自用，敢讲？咱即马敢讲？这其实讲，这对台湾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啦。简单讲，咱即马政府的数字吼，你也讲3间以上，差不多控制讲有厝的人，就是差3.5%左右的人，会对即届部分吼扣着税啦。啊，必须我直接问啦，那一旦互你执政，那如果你来执政，当然莫改嘛。我刚刚讲，全世界无一个国家像咱的定义啦。全世界大家拢国外因主要一个定义，伊嘛毋是一房，伊叫做主要住房，伊讲所有国民都是一个主要居所。啊，你就搭一间，你主治就搭一间嘛，迄号做你主要居所，迄就一间啦。所以你的定义上好，改做一人一间安尼拄啊好。
我只是讲国外基本上无人像讲咱一个国民讲一个家庭他买3件。不是，咱来讲一个较实际，比如讲，若互你执政了，你的主张呢？阮的主张我等下可有机会讲。阮的主张是讲，因为我的基本上看法是讲，房屋税这是地方税。 然后用地方自治的角度，咱来尊重地方啦。你也讲什么代志拢中央规定了，啊，你干脆把房屋税废掉变国税就好啊嘛。你就讲地方政府拢乖乖开是地方收的税，所以讲你也政府要解决这种囤房的问题，我感觉是讲房屋税归房屋税，你另外政府要处理囤房，你中央另外立一个法。 专门法，嘿，专门来处理囤房的问题，这是无款款的看法。真大哦，无款款。可是我因为你若交互，譬如讲交互新竹市，伊敢扣得着税？都是因为你即马这个做法是拢爱靠地方政府要执行嘛，所以地方政府你中央立法，地方政府也无爱甲你配合，你嘛是扣袂着嘛。你亲像高庆安，伊敢会？我唔知影讲议会是安怎。王金老师，你看法咧？ 我是感觉讲，先讲咱的这个税制啦吼，税制就是有分中央税甲这个地方税嘛。那这个包括地价税甲这个房屋税，这属于地方税。啊，就房屋来课税这个部分吼，是中央立法，啊地方吼，伊有宽限是规定迄个税率的春秋，啊，甲一个这个。 课税基础叫做标准价格，房屋的标准价格。那么这两项过去吼，地方拢摆烂。地方摆烂是安啦？民国73年一直到民国90年吼，这个中间标准地价拢无标准地价拢无调整，一直到双张会，就是讲2014年，啊，迄个张胜和部长甲张金岳副市长两个去对话，啊，迄当阵啊。 迄个以前你也想，迄个以前就是中央研究院有做一个报告，讲这持有税，吼，房屋税甲地价税的持有的时间扣税，迄个基础太低，啊，这税率无合理，哦，啊，所以才造有这个2014年这个修法。啊，这修法伫咧房屋税条例内底第5条就规定讲，你若超过一定户数，非自住的，我家己无咧住，那这个部分呢，伊爱按照户数，爱去注意哦，伊的条文内底是按照户数的差异来定差别税率。那即马财政部你讲说，迄叫做得定。 迄毋是啊，伊是会当参考迄个户数的济少啊，来定这个差别税率。结果我看我遮有一个表吼，台北市真乖，伊又开始讲超过这个2户以上，2户以内偌济，2户以上偌济，伊就定。结果呢，去到宜兰县连江县，宜兰县超过8户，咱拄仔你讲。 迄后迄3户都已经真凄惨嘛，都已经真宽松啊，啊，佮加佮差到8户，就是。但是伊咧想讲，我妈祖，我会大个人才少着，我就无法度啊。因为我故乡住宜兰的厝嘛真贵呢，8户以上才到3.6啦，啊，还佫足侪超过10个县市以上吼，拢固定上加1.5%尔，1.5%尔，啊，所以这表示讲。 伊财政部摆烂，就讲伊得势户数的多寡定这个差别税率。啊，你得势是我有裁量权是看这个户数济少。咱讲正伊8户，这依照户数的多寡，安尼你只好是。但是咱中央有这个权责讲，你咁样去修正，袂当啊8户，你上无啊啥？对，啊这边就是安尼，这边的。 2.0的意思就是讲，你这内底啊，你若无定差别税率咧，我就甲你自动以我的基本的这个上加税率来去课征，来甲你课征。啊，你若无定这个，你若无这个全国总规吼，我就个客政处会当执行的嘛，伊就免经过议员嘛。啊，所以这个部分呢，2.0这个代志吼，我某一个程度也是甲伊肯定啦，虽然吼，像有一寡教授你讲这是迟来的正义，因为你都
唔拍拼嘛，唔拍拼，即马去互少年人驾驶了后的时阵，你即马紧来讲要来旁出的这个所谓2.0，这2.0你若真正落实，我感觉嘛有一点作用嘛，唔是讲拢无作用。完全无作用。你拄仔讲迄个3号这吼，确实咱足宽松的。日本就是财团帝国吼，伊还阁是2号尔，伊主要的厝甲有个 second house， 就是第2号迄个部分哦。伊迄个部分会使减增。咱遮毋是啊，咱3号，你看每一个人都有3号，老爸也有3号，囝也有3号，因太太也有3号。有好康你看安尼，比甲囤房的差别税率吼，其实这个吼，我感觉在野党这边遮吼，应该是甲迄个所谓的起征点迄个部分缩小，看是要1号还是2号，2号是合理啦。你着财团帝国的日本着个2号尔，咱着要比伊较好，我感觉这无合理啊。好，咱小整理啊，第一地方执行的问题，吼，第二林教授认为讲，可能还佫有淡薄仔效果啦，吼，但是根本上爱降低这个文化，上无唔通3间啦，你2间啦，人日本就做会到。对，安尼。你讲迄偌济3.6加这4.8，迄拢无意义，因为你基础迄个部分若无提悬哦，你迄个顶头迄个，即敢若网啊定，迄个无效啊。你敢若网啊定，他说必须要讲5000块啊，加3000块。对，我若买得起3栋厝，你甲我抽5万，我嘛互你，对不对？开心，你来看吼，到底这个物件，伊是贴唔到药啊，还是找唔到先生，还是讲其实是已经甲所有手头的这个工具拢提出来啊，拢提出来，所以已经用到这个上后尾这步要来做这项代志。阮是感觉讲吼，伊即个政策出来的时阵哦，阮唔知影讲伊到底是要创啥？伊到底是要扣税咧，还是要降房价？看起来吼，降房价这个代志应该是无啥好。拄则看秘书长讲的，阮若是讲吼，我举个例子吼，阮伫大安区，若是讲大安区一间公寓，吼，公寓哈，嘿，一间公寓，一年差不多房屋税啊，差不多1万块。你想看卖哦，若是讲这间厝吼，在市场差不多一间差不多3000万，一年扣1万块的税，一年扣1万块税，即码讲4倍，4.8嘛吼，4倍，我一年为1万块变4万块，可是讲我去租互别人，我若是讲运气无啥好，我运气无啥好，租一个可能甲我欠租的，吼，搁甲我破坏屋况的。上歹甲我变成凶宅的，我的损失不跌黑，所以讲我看这个囤房税，我想讲，我嘛想无啦，是讲你若是讲按算讲我持有税也增加，所以讲我持有税增加，因为我税负实在伤重我会提出来卖，我会提出来租，这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可是我们的民团跟不好意思我们的民团跟我们有一些在野党都一直甲阮讲这个事情你若是加税加。大家就会安尼提出来卖，提出来租，我嘛是感觉足奇怪。结果讲你讲财政部即马公布一个数字，伊的房屋税啊，阮厝无加偌济哦，伊房屋税来到史上新高，所以你讲这应该是地方政府会欢喜尔啊。你讲真正要达到这个所谓居住正义、房价落价，这物件我是感觉讲是淡薄仔困难。这目的甲手段之间，咱即马目前咱是。我坦白讲，咱看嘛看无啦吼，但是经过这讨论，我另外要来请教着这吴律师吼。吴律师，你感觉这个税收，包括这地方，尤其他秘书长讲，咱囤房税规矩创一个专法，你认为呢？应该是安尼讲啦。若是即马讲一个专法，这个专法收来的税是要创啥物用？这个专法即马是要扣搁较济的税，还是即马是咧逼这些厝较济的人家己的厝就讲释放出来？那如果我们确定说是第2个目标的时候，逼这些厝较济的人家己的厝释放出来，到底爱偌重的税才有用？
这都像刚拄则迄就是徐总监讲的，迄即马扣1万2万，对我来讲，袂听嘛，袂听，啊你要扣活动才有可能大家提出来卖，我是感觉这是嘛是足奇怪的，这是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就是讲，我拄仔讲的意思就讲，这根本这两件代志。我简单讲国外的做法，我即马估计拢国外去做，法国、加拿大、澳洲一寡城市，美国一寡城市，拢有伫做即种的。伊唔是叫做囤房税，伊叫做空屋税啦。伊的意思是分开吼，讲。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伊的厝是不是拢爱交持有税，拢爱交？所以讲，你有厝的人拢爱纳税，这本来纳税。伊另外是做一个税，是讲你的厝空伫遐无用的，爱互我另外扣一个税。啊，所以你的厝啊提出来出租，你就甲你无代志。所以咱爱甲这两件代志分开嘛。所以我刚讲，咱即马这个囤房税做法，我感觉比较像是咱传统的这种的。所得税一种财富重分配的概念，意思就讲，你较好业的人是毋是税较济，比较高嘛？所以你厝较济的人，所以你的房屋税嘛是较悬嘛。这比较是像传统上迄个财税的讲的这种财富重分配的概念嘛。可是咱即马讲的讲，我就讲爱讲话清楚讲，咱政府做这个目的是啥？一种是讲，我就是因为你厝济，我要甲你加收钱。好啊，这种我就讲我会当理解嘛，因为安尼即个做这有加收钱嘛。可是你也讲你的目的，毋是讲要加收钱，是讲互遐个卖都继续买啊。是讲你已经有足侪间的，你提出来用啊。我来讲，这个部分是无效的。啊，我讲国外人处理这是用另外一个部分去处理的部分。啊，你讲税偌重，像讲加拿大、温哥华，他们这种空屋税吼，差不多1%，1%意思啥？房屋的价值的1%，可是就是安尼，伊就逼你做这种代志。哦，这真重啊！啊，可是讲你也提出来用，都无代志啊。伊就是逼，伊就是这种，就是讲，伊这种税就是讲，伊基本上毋是讲因为你有厝或是厝济，你用扣这个税，是讲你厝济，你搁空伫遐无爱用的部分。我讲一个部分，法国做这一部分，伊嘛有考虑，像咱即个做囤房税，有人嘛讲啊，伊厝较济间拢伫庄卡即种的，啊庄卡有当伊厝空起来时遐，或者自然空率有啊，无人要税啊，我就空伫遐。像讲法国因的做法是，伊讲伊互中央伊来划，简单讲就是讲房价、厝价、房价、租金较悬的所在，这你就一定爱处理才适用。啊，其他像讲庄卡，啊就讲这。不会适用囤房税，像咱即个嘛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嘛。这个下面处理。我讲在另外一个税嘛。你讲你即马用房屋税来讲，绝对有人讲啊，我较济间啊，我拢庄卡。你就妈做伊要你处理。伊庄卡来讲，我你庄卡较济间，可是你搁要甲我扣较重，反正都有这种声音。所以阮的主张是讲，我毋是反对，阮基本上阮支持行政院即个做这件代志。可阮的看法比较像是一种房屋税合理化，就简单讲，厝较济的人，就较好业的人纳较济税啦。啊，可是讲你也是要解决讲厝卖空伫遐，提出来用迄爱另外一件代志解决。我的看法是安尼啦。整体主题政策主题政策的部分来去思考讲，要讲空屋啊，是空电啊，是讲空地啊，是荒地，这。空地税跟荒地税吼，其实土地税已经有啊，啊是无执行，啊空屋无执行，无空屋这个代志爱去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讲，咱即马拢要讲诱导出来去吼，迄一寡包租公的厝啊，爱会去进入到租赁市场，啊这个部分就是即马真宁可空伫遐，无爱去做出租，所以这个。部分吼，我也赞成杨凯的讲，这部分爱单独立法就是讲，第一租税大赦，你较早有人所得税无缴，你拢来，我以前我无甲你追究，自开始了后，你租赁登记，第二爱去我开始了后，我以前无来课税，以后回到这个所得税的领域，哦啊第三就是讲，你空伫遐的时阵，我咧来课档税。那这个部分是一个特别的法律，
啊，但是呢，甲房屋税无关系。房屋税你若讲，搁摕这个来讲的时阵，有定户课税啊，什么叠床架屋啊，什么，迄个就是已经有迄个焦点就去失去啊。哦，那么今仔日讲房屋税囤房税2.0这个部分哦，是安怎爱甲伊支持，就是讲咱的税率低，啊个税基也低。税基吼，就讲102.14年的时阵吼，第一个调整税率，第二个是台北市开始甲迄个标准价格吼，一个调160%，结果呢，即马咱去看各县市一个有调啊无调，有迄个降，像屏东啦，啊像这偏湖啦，即马比以前的佫较低，比咱即马厝价起，建筑成本佫起，啊拢安尼，地方政府就是安尼摆烂，啊像即款的代志吼，所以讲中央爱。我还是赞成讲中央爱有一个 power， 讲啊你若唔去甲定差别税率，啊你若唔去甲调这个造价，我感觉讲你就是爱伫个法律内底去甲定讲强制，因为这事实，即马咱的营建的迄个工费啊成本，这其实吼估计数啊，拢算会出来嘛。啊你着照迄个成本的，比如讲日本，人伊是按照估计数估的计数，拍8折去扣遗产税，拍7折去扣这个家屋税，啊，这就真合理啊！啊，但是呢，咱即马拢地方政府要惊议员，啊，无就是讲迄税，也迄个讨好选民，啊，这就是到即马为止就是安尼嘛。所以税率无要调悬，啊，税基佮甲伊放喺遐拢无哩，啊，所以咱即马课的房屋税免讲嘛俗。阮囝去日本买厝，比阮遮阮迄厝价值差不多去个中立遐，啊，但是伊迄房屋税呢，比阮兜旧厝2间厝较济，伊迄1间厝细间尔，房屋税比伊的固定资产税比阮兜较贵，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的持有税实在是有够俗。王基老师，这小等我来澄清到嘉兴咱也知影真济，即个地方政府袂顶袂当，他来讲。是。即个袂顶袂当，当然甲因的政治关系啊，即种有关系。但整合来算，如果你的房屋会当健全，伊嘛是通趁食。恁在即个市场的观察是啥物？讲实在拄则老师讲迄个无共关系有无共税率这个物件其实伊嘛是助长资金流去遐的一个原因所在。比如讲我今仔日我按算讲要买6间厝，我可能6间厝3间在台北市，啊3间看是在屏东啊，还是在澎湖啊啥我若是讲3间在台北市，因为台北市上贵是3.6嘛我就台北市拢设自用。啊，我若是讲在屏东的厝啊，在新竹的厝啊，我就改设非自用，环境嘛不会超过2%。所以嘛，有个全国总归户啊。所以讲你若是讲没有全国总归户，政府也不管的时阵，我就会使走这个漏洞。所以讲如果说我走这个漏洞的时阵一定助长讲头一个，我做投资客的时阵，我就去遐1.5%的所在，这部位我来去做安排第二个是讲我建商。我建商若是讲，我即摆建商的囤房税，我上加到4.8嘛。我到4.8，我敢有可能讲去一个较俗的所在，去炒地皮，这是有可能的代志嘛。所以讲，若是讲这个部分，所以基本上你还是算肯定你啦对，算是个，可是实际上执行，我是嘛是刚刚讲有真正有真大的问题，伊可能无遐顺利啦。无遐顺利这我来请教律师，恁这安怎来查？你徛在这律师的这立场，看伊讲，这好我来查，应该总归电脑查者拢有。地方政府主要也是地方政府的政治态度吗？对，因为我感觉讲，即马主要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因为进前其实有一寡地方政府因为把迄广告地价调悬，不过过1年2年嘛是广告地价搁调转来啊，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不是调高公告地价这件事，它是没有选票的。
对，那如果假设说今天每个地方政府调高公告地价，我票都会流失，那是不是代表说选民其实不支持地方政府做这样的事？咱买当一方面解脱讲，这是中央政府执政党要甲这个压力要转嫁吼。这地方政府啊，看恁大家安怎啊，大家在试落以后，用舆论、用恁 NGO 团体的这力量，用恁节目啊，呼吁讲，恁地方政府你啊做好心嘛。你看这有路用啦！你看，即马要选总统的人，新北市较早拢嘛是贵啊，拢无拢无囤房差别税率，即马出来啊，即马贵啊，即马有啊，这就是舆论吼。老百姓如果咱民众、咱的选民，咱有目睭伫看，啊，真正有拍拼的，人台北市真正较是有拍拼。啊，你新北市2014年到即马2023年，这中间你拢是单一税率呢。哦，啊，这明就是已经很明显违法啦。尤其台北市较好挑呢吼，应该照你讲，台北市。我补充一下吼，因为这林老师嘛真清楚，过去几啊年，咱嘛伫立法院甲一寡立委已经讲过真侪届啊。啊，我讲这有影就是看讲咱的民意压力到哪里嘛。过去早期财政部一定讲，迄种尊重地方政府嘛，对不对？对。就是讲伊不爱做，好啊，就尊重地方政府，爱用规劝的。啊，应该，关键之前嘛讲应该做全国全国的总归户。迄当阵伊讲哦，迄技术足困难的哦，无法度啦。迄当阵拢安尼讲啊，无法度，等足困难的代志。啊，迄当阵自3年前在野党民团嘛讲，就是爱咱的囤房税就爱做即马这个版本。迄当阵拢讲袂使。啊，即马主照阮就是安尼决定嘛。应该袂使，你有即届拢袂使啊。好，我讲这就是讲有一寡民意的压力，这真明显啦。不过我感觉讲，我是感觉讲，我基本上我同意讲，像拄则各位几位讲的，讲基本上大的方向，咱应该支持这个版本啦。可是我感觉讲，我的问题就是讲吼，咱嘛是爱讲话清楚，咱这件代志是要解决啥物问题。我互大家看，我今日有照一张图吼，这张图我简单讲吼。这张图我用财政部的资料啊，吼，为104年甲110年的资料吼，伊的资料内底，控诉甲伊控诉的时阵，台湾吼，伊家庭内底有超过3间，有4间以上的人吼，迄当阵咱有33万，吼，可是到2010年，咱已经增加到50万，就是咱真有。愈来愈侪人，伊已经买超过3间以上的人，这是真清楚的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讲吼，伊用这个时间，这6年的时阵吼，伊去查啥，所有新的建案内底吼，买的人吼超过一半拢是非自住，就是讲咱建商大概100间厝内底，超过以上买来拢是租间，毋是超过55间的人买的人，已经有3间厝啊。你知影意思？咱就讲啊，咱起的厝拢互什么自住的买，无？甲你讲，咱市场新的厝内底超过一半的人，拢是非自住的人买。啊，啥是非自住？毋是讲买第2间哦，是买第4间开始的人咧买。所以讲真清楚，讲咱台湾这个现象愈来愈严重，囤房。咱讲囤房，因为因这个税因家己号做囤房税，其实咱这是房屋税嘛，伊可是咱政府家己宣传，拢家己讲伊是囤房税。大家你也讲死命看讲你到底有啊无啊？你也讲囤房税，咱问讲，啊，这名出了歹。你也讲囤房税，咱问讲啊，你安尼改以后，人就不爱囤房嘛。啊，我讲这毋是嘛，所以我讲爱甲这2件就分开。所以头一个名就爱先取消啦吼。是。但是喏，你头咧讲到这个房屋吼，咱来看政府吼过去吼，咧拍房屋吼，这个介绍。的措施啦，阿扁啊时代吼，2000年的时阵，头一摆政党轮替吼，房地产吼重大利空啦吼，啊政府推出着吼健全房地产的市场措施啦吼，啊2002吼实施吼单地税吼减半吼，2003吼 SARS。哦，这是自然的啦，吼！啊，这迄阵是真侪人危机入市啊，哦，趁了足济吼，2004吼，头一摆利息吼补贴2000亿吼，
哦，这额度来增加。无景气啊，迄人真无景气。迄样无景气吼，这淡水病。马英九的时代，伊嘛有认真啊，吼，2008吼开始，哦，这个股市落来，2009吼调降这个维精水吼50%变10%啦吼。啊，真侪人走出去吼，无钱拢到房地产上来，炒房地产就是炒房地产直接开始的吼，这毋是我讲的哦，这在座拢讲的哦，2009哦，吼，2011哦，车七税吼，啊，甲豪车税吼，这有开始啊，啊，大家骂后来开始啊，2012吼，中央银行吼，豪车限贷令吼，啊，这人寿保险限购令。这拢开始啊，实价登录哦，这实价登录这真重要。2012吼，2016房地合一税，刷来蔡英文这将近8冬以来吼，利率啦、啊拍房啦，这咱拢讲了真济啦哈。1税2.0啦。2022这上重要，这我感觉这小等要来请教吼。中央银行4度升这利息，升到2.5码呢，是不少呢哦吼。但是，咱若看到这个房价吼，其实是2008至2013年5度的这个房价超过6成，湘北超过7成。我家己的直觉啊，唔知对啊唔对，请教各位吼。这其实上重要，甲利率有相当的关系伫。是毋是安尼？利率低啊，游资多嘛，资金多嘛，啊，资金即马都无其他较好的投资的这个标的，啊，所以人讲房地产是不败的神话嘛，啊，都拢伫咧，反正足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投资客10万块嘛，要去买红单，啊，若有钱的人，我着土地就买落去。等到什么时阵要变更，等下伊讲咧，伊一定是抱稳的嘛。其实讲你讲不动产吼，摕不动产去借钱哦，嘛是较方便。因为对于讲吼，有迄开公司的人，伊若是讲今年公司有趁钱，伊今年趁钱无想要分互股东，伊就去买一间厝，我买一个办公室。啊，起码讲若是真正有爱用钱的时阵，搁去来银行借。对，所以讲你讲，我若是讲我有1亿的现金。我有可能我不要分股东啊，我就去买一间办公室。以前我会使买豪宅，啊买豪宅了，真正需要用钱的时阵，就安尼处理。你讲安尼不动产敢袂落去？这就是你看这个表内底，拢是政府带头去刺激景气、刺激经济啦。啊，刺激经济当然投机就是会走出来嘛。我简单讲是讲，因为我刚讲像拄仔讲迄个。全世界这个问题是全世界，都是为美国开始嘛，低利率，过去10年低利率嘛，全世界热钱伤济，啊钱无量化宽松啦，钱无法度投资，拢走去房地产，这全世界拢拄着问题。可是因为咱台湾吼，就是这是整体的现象。可是咱台湾一开始咱的体质就较歹，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啊。全世界咱是过去10年较补啊，像讲咱过去房地产资讯不透明。对不对？啊，咱的迄个短期交易这个部分一直无处理，看不出来。吼，对不对？啊，咱的挂迄个像红单，这嘛是咱台湾的特殊现象，对吧？所以咱过去几年是甲这个过去较不足的部分补课。一直咧改。啊，可是讲我讲大这个全世界这个资金这是有影是个大问题。啊，常常讨论就甲央行的政策有关嘛。你也讲咱这届，你拄仔主持人拄仔讲这届4波。咱敢真厉害，可是你也去比全世界，为美国开始，其他国家央行调，咱这就讲红笑。咱小咖啦，咱大家讲半马，咱央行红笑啊！你知韩国？意思就甲你讲，安尼咱出口会变歹哦，你敢变？我了解嘛，所以讲这足复杂的代志啦。所以讲，咱刚刚讲，我是刚刚房价这个代志是这很复杂的因素吼。没有一个单一的解方啊！你也讲无讲一贴药啊咧，当大家拢想讲有一贴药啊，食的拢100病，我敢想无迄个代志。就讲咱大概拢是讲解决部分问题啊。刚才讲我比较像中医啊，我一直觉得咱台湾就是讲
像中医讲，咱体质伤歹啊，咱就一直来就要讲，规个体质保较好，就讲咱的好像房屋市场健全，咱先爱做较健全。啊，无啊，敢若讲啊，先研究无伤身体，啊，再研究有效。对，差不多是这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可是讲，我是感觉讲，咱过去做法拢是无一个系统啦。啊，我讲较坦白，我家己做民团的上大的部分，就是讲，这件代志你也要做，为什么要拖遮济年？我顶下有讲过啊。为什么要拖遮济年？是讲这个代志，你也即马讲政府讲甲哇，偌厉害偌赞。啊，3年前大家就讲要做，啊，为什么3年前这代志来做？像讲咱拄啊讲平均地权条例这个代志，迄嘛是几啊年前大家就讲红单都要处理啊。那为什么甲今年初选书较要处理嘛？所以讲有的代志是讲大家拢知影这几件代志要处理，可是干嘛甲你处理的时间有关系？咱来较早处理。对，我用这个角度来问你啊，你徛在民团的这立场哈，但是我头一开始我就问你，如果你来执政。你要执政，你选举啊，你有这个建商甲你 sponsor 吼，甲你政治现金啊，甲你创这啊，人拢合法啦，一切合法啦，吼啊，咱要甲拍的时阵，咱要安怎，咱要安怎甲伊参详？我咧想啦，就讲这一切到底应该安怎来铺排，互伊建商讲心甘情愿讲是。你是为我好，我嘛为你好，所以我甲你 sponsor， 啊，你若为我好，你甲我拍不要紧，啊，我会继续趁钱。世间敢有这种代志？我讲你这问题，我嘛有法度回答啊。我讲讲吼，我讲是一个社会是安尼啦，本来就有不同的利益嘛，有无同角度，有不同的利益嘛，对不对？所以我刚讲，这是一个爱有一个过程啦。啊，讲民主社会就是安尼嘛。啊，咱基本上讲的部分就是讲咱的民意嘛。啊，可是过去咱主要咱台湾这讨论遮济，就是讲你也是感觉讲咱的厝价，啊是讲咱的租厝的人，拢感觉无啥问题。啊，为什么就规工大家咧吵啥？啊，所以讲问题有存在啦。啊，是看讲政府你要解决无？啊，是讲政府去看讲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愤怒，也是讲投票的时阵票走偌济，伊较要处理嘛。咱就变成，咱即摆就变成即种的讨论代志。可是讲，今日政府为过去几年要这改革的方向，这大家拢同意嘛。可是大家就讲，我就甲伊比喻，敢若切香肠啊，大家拢切薄薄一片，啊，我的意思就是讲。我是歹势甲你讲，因为有切到别人的利益，啊，这必须要拜，这现实的社会嘛，有不同的利益嘛，本来就是安尼啊。这就是游说团体，大家拢会使游说，这个当伊嘛会使游说，啊，伊要去上达天听，讲要甲总统讲，这个我都尊重。我感觉讲，即马咱这个问题就是讲，行政院也好，吼，财政部也好，这技术官僚吼。无想讲有问题哈，想要赶快去解决。然后呢，有人有压力的时阵就要提，有人压力就提。这就是历厝咱伫实价登录2.0，啊，甲这个实价登录的2.0，嘛是所院长的时阵就送一遍，佮摕倒转去，啊，怎啊坑伊也不爱收呢？所以变做0.5嘛。啊，所以这就是安尼，唔知去互少年人教示。啊，你看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文化大学迄个宿舍，一支只只一个公司的啦，啊99号，结果逐户拢免税，因为10万以下，逐户拢免税，这敢有下降？这无天理，这无下公理嘛？啊，这早就爱收啊！其实差不多2-3当前的时候，行政院嘛上草案啊，结果就无收啊。所以这就是互人感觉讲。唔对的代志，是遮大尾的，所以无收吗？还是安怎？我问着问题吗？这我袂得回答。这个拍摄讲，你在拢拍摄讲，吴律师你敢讲无？无啊，这是人迄市长的对无？咱当然爱互伊淡薄民主啊。所以这就是拢乡愿，这乡愿吼，造成就是讲一寡对的代志，啊，拢唔紧去做。对的代志。红单你炒作，对爱掠啊，但是都唔做啊，啊所以差较严重，即嘛等于是有点是捕破网。你也讲早3年前，3年前开始处理，但这3年这一波的房价就不会，过去3年不会这样做嘛。3年前让他做啊。文明干起来是伤巧，
你讲吼，本来吼上早的时阵，大概是炒啥？炒成屋。因为成屋做中红啥啊，反正吼，我这个实际瞌睡甲迄落真正爱来个，甲我谈呢一点点尔。好，所以讲阮迄当阵就开始实价登录啦、豪宅税啦、奢侈税啦等等。好，以后了吼，大家讲即马吼有这个税了吼，我成屋无法度炒，我就来去炒预售。好啊，所以讲你政府吼，起码你在管控做一个不动产的规划时阵，都是亲像拄则林老师讲的这个代志，你没有用一个完整的政策去思考，所以讲你即马就禁止这啊，阮另外就民间就想到足厉害方法去做破解。你讲迄个合一住宅这个代志，合一住宅迄个代志，官方无想到讲我10年、5年你袂使卖，我民间用一个法拍就甲你破掉了。这是用法拍哦，有法拍，这无法度啊。起码30几个拢用，真30几个，啊，这无法当处理吗？我已经上对啊，补破移送法院了。所以讲，你阮民间偌巧的，好，啊，你就是讲，拄则讲秘书长讲，你若是讲无按算讲一摆就甲伊用好的时阵，伊就民间就会找到就找空找芳安尼，找空找芳，啊，继续就过起来。毋过这有一个较麻烦的所在，就是税是财政部管的。毋过阮即马足侪问题是央行的问题。啊，个内政部的问题。中央银行。对。货币是央行。对，因为有时候就是财政部想要去负责，不过央行不愿意配合的时候，其实嘛无法度。因为我头早也问秘书长啊，因为央行吼，伊唔敢起甲伤悬，伊惊你出口歹。央行有鸽派有鹰派，啊，鹰派陈南光即马摕落来啊。啊，即马无鹰派啊！啊，但是我譬如讲，定来咱节目的这个蔡老师吼，蔡明峰老师，因为主张讲应该提悬嘛，吼。但是这提悬应该安怎提悬，袂去伤到咱的进出口，吼啊，袂去伤到整个这个体制。我的意思是讲，咱这讨论吼，咱会当建议，但是咱唔通骂唔着方向，吼。整个体系上当中，譬如讲房价，头早秘书长也讲。这房价起飞，这是全世界的这个经验。哦，你唔通干那讲干那是恁民进党，还是讲恁国民党安怎对安怎？这是全世界的经验。有的资金佫走去到泰国、马来西亚安尼4个5走，嘛种情形。但是咱较务实的来看讲，我问吼，秘书长，咱即摆上重要爱创啥物代志？譬如讲，阮这个制作团队啦，阮内面少年查某囡仔。伊讲吼，伊一生的愿望，伊就是要台北要买一间厝。我问伊讲，伊是安怎？伊讲我这刚性需求啦。我讲你那是刚性需求。伊甲我吐一句讲，因为你已经有厝啊。了解。吼，第一，咱人心。譬如讲制度上，我来甲问啊，如果若有找到一个较好心的这个厝头，甲你讲，我一签20年，我绝对袂起价，啊，拢互你大，安尼可以。但是伊佫甲我问讲，啊，如果我若死伫这间厝，你敢要我大？咱小可切者，我讲袂要紧，咱该博无输赢，互你大。咱敢有通推出这种政策，互？真正少年人，真正有当说出，莫阁想讲要买厝。是，我刚解我会记来过你的节目嘛，讲嘛，其实讲我的看法是讲，即马你也要解决少年人的居住问题吼。莫你甲讲买厝啦，迄伤远啊啦！你甲少年讲，伊嘛听袂落啊，知影？你讲一个月赚3万、4万、5万这种，你甲讲要你双倍买厝，就无想要甲你讲嘛。所以讲税厝是伊。较现实的代志嘛。另外就讲，咱即嘛看资料内底讲，少年的到伊他买到第一间厝叫做首购年龄吼，即嘛拢差不多杀到40岁啊。所以讲你问20岁到40岁，基本上爱税厝嘛。所以讲咱安怎甲税厝的代志做啊好，我感觉是这目前政府上重要的代志啊。啊，这种讲较烂，就是讲啊，咱税厝什么问题？就第一个就是讲，咱厝真济，佫是真济厝要提出来税，所以咱。他税厝无够济，所以你就找到好的房子很难找。好，这第一点。对，啊，第二点就是讲咱
税处这个乌市嘛，顶下讲过嘛，就是厝头家啊，咱政府拢讲扣税啊，租金补贴嘛，无互你领嘛，无互你设福利啊，你要报税嘛，袂使嘛。讲这就是已经讲大家拢知影的代志，政府看要优先来解决这个代志，这个代志解决，我甲少年的比较有感啦。你即马甲讲什么哦？咱即马政府阁讲些歹势云端昨昏我嘛拄着去拜访赖副总统嘛，等等。可是咱政府即马讲啥什么？我要房贷利息吼，阁甲你补贴偌济嘛？阁照偌济吼钱互你，什么40年？你甲即马甲少年讲这？上限哦。对啊，你甲少年讲这要创啊？你讲伊就是无钱嘛，这就是无钱，你照顾头一趟都无啊啦。对嘛，所以讲安那个税处的代志，我感觉优先啦。你话少年绝对是优先的代志。王金老师，税处这个代志吼，我甲杨凯是种意见拢共款。咱的税处袂使干那想着讲社会住宅，一定要甲扩大迄个租赁市场的大，甲扩大就是安怎去甲这个空余屋的部分甲塞出来。这另外一个主补迄个代志，甲这个空余，这一定要有一个法律的尚方宝剑，要安那个塞。塞的时候是我拄甲你讲，咱是租税大赦，你无空屋课档税，这个是另外一个条款，一当期内拢甲搞出来。租赁登记，这3-4项拢爱配套。租赁登记就是。你有来登记的，我就感觉你合法；你无来登记的，我就甲你查。你针对有登记的遐拢给放掉，你无登记的遐，我就甲你全部联合稽查。这个办法是毋是讲无？咱嘛讲足久。另外一个就是讲爱甲迄个租约的期间爱分长短啦。有一寡人踮咧遮无一定讲爱租足久的，有的人爱超过6年、10年，我感觉这就是。像讲拄仔讲，有个人惊伊讲厝屋变凶宅，你有保险迄个代志中，政府爱介入讲，你只要纳入包租代管，我甲你联保，甲你保险，把你保险，你的房屋价值你就袂减损嘛。所以这整个配套吼，我感觉政府应该爱去做这配套，其实拢有讲，但是什么时阵伊要做，我唔知。无咱就等吼，这选举吼还未结束嘛，吼，加紧。我是刚刚讲吼，因为头一个我也很赞成租屋市场这代志应该做这健全，因为吼，阮起码租厝这物件吼，内政部管一个，租税物件是财政部在管，财政部这个逃税这件事情，伊无想要绑，伊嘛无爱查，这嘛最奇怪哦。伊若佫拍查落去吼。伊就想到的时阵才来处理。你讲因有咧查，结果就查袂出来。我本来是建议讲，刚有可能是头一个像老师讲拄则讲的大赦一个。大赦。嘿，第二个是讲啥？第二个是讲我所得税甲我租屋这分离，因为你无分离的时阵，我是厝所想讲我本来无租厝的时阵，我是免纳税呢。我即摆租厝了5%、13%。为什么互人报？课税会使啊，对吧？实际上这 QQ 无，就 QQ 你可能对啊，你可能比以前较济哦。根本就无得纳税，所以即马真正无扣无税啦。拢是假嘛，然后大家扣掉拢是假嘛。财政部无现在准备爱改啊。你讲这个代志两个部会平行的部会无法度沟通。伊虽然是讲进前内政部跟财政部讲阮以后袂查税。可是讲这个代志，听讲只有新闻稿，没有修法，因为它违反税征稽征法。伊未查税，迄个代志是放咧住地法。住地法23条，伊讲你来做主补的时阵，我无这租约袂当作为课税依据啦。迄个是伊有迄条。我讲既然是安尼的时阵，你就全国代写嘛。对啊，你就代写强制。这法律意见是啥物？应该是会使吧？若是立法院通过，当然是会使啦。不过即马上大的问题是，对，其实大部分的租赁所得来讲，我们到底要课多重的税才会比租赁所得税还要高？对，因为其实对大部分的房东来讲，租金所得应该比你租税大税要或是城邦税要来得更高吧？你分离课税，你才分离课税就不会高啊，就不会累进啊。你扣无偌济钱嘛？我就1万块摕一个5%，而且我1万块摕一个10%。
你可能固定阮甚至这嘛会使温水煮青蛙，头啊清水，慢慢啊。啊，嘛会当讲你扣税，你若有一部分的钱会当提出来做这个主体的这安定基金做这之类的吼，互你做整个安排保险什么。这我相信，这少年人，这20岁、20至40岁少年人，票一定投你的呢。而且基本上来，这基本上都有查税的问题，就是基本上阮经常甲国税局就对这个租赁所得，就是不管是你有跟伊讨论过？不管是你就想要扣就对啦。不管是交否还是怎么样啦，就是实际上，当然他可以课的话，当然会想要课啊，为什么不课？对，但是问题就是我怎么课？就是一间房子在这边，我哪知道你有没有租给谁？伊是讲你真正爱查的时阵，这拢足简单的啦。较早前无偌久吼，中和遐发生火灾，迄个火灾就是迄个包租的房子，几栋啊，迄来外口就去做公告啊，你讲你唔知？那也查不？对，591款。对，591嘛，有足侪资料。啊，关区的嘛，连起码会使用爬虫的系统啊，你真正是爱用，我都爬虫。